培可親一款全球獨創、擁有國家專利設計嘅16道工藝設計防測漏衛生巾，採用醫藥級鋁箔包裝，密封保存產品，不易滋生毒菌。貼心柔軟隔巾設計，避免喺更換衛生巾時手部直接接觸面層，造成細菌污染嘅風險。結合人體工學，就如蝴蝶般靈動。護液反接後，巾身兩側自然懸浮，懸浮 U 心彈性護圈，杜絕側漏尷尬。2秒極速吸收，經期再大流量也能保持清潔乾爽。超細纖維智慧表層，由數千個鑽石型透氣孔設計而成，每條纖維細至蠶絲嘅1/20，採用超聲波無膠黏合技術，俾你極致裸感體驗。21年不斷精益求精，全新18度匠心工藝，取代傳統9度工藝設計，顛覆了120年嘅衛生巾歷史，成就了這款全新黑科技防側漏衛生巾，薄至1mm，柔軟無痕，根據人體運動中嘅角度，自然調節衛生巾形態，時刻貼合人體曲線，再多吸收亦不變形，透自上而下，遠離悶熱不適，呵護非凡體驗。